阿弟，关小一点。冇閂穩門，後邊都冇生穩。誒冇啦，休啦，咩冇閂穩？喺邊度？我嚟緊，我而家喺第一棟樓行過嚟。咁好生意嘅第一檔榴蓮，加咩車嚟？本來我去挖要登誒個同車有過嚟，啊？一啲頭盔先啲。個馬來人煮到嗰啲菜好靚嘅。男人把女人扑倒在床上，没想到这。罗曼第一次去向警队想家中做客，竟发现。阿弟，拿水來，爸爸喝一點。反正銅鑼呢都賣晒。你知佢喺邊度冇？去邊度？去 SS2 買 Belly Cake House 買麵包嘅。搞錯。淨係你一個人買榴蓮買唔知幾耐啦。等佢開啊！開幾萬啊！你加了？收幾天買咗？我要發單單。你又把昨天的大碗出来了，肯定没有大一条。说吧，你相信这可怜打开的马來西亞。依家你買2包飯嚇？一包我自己嘅，啊，一包你自己，一包那西勒媽，都係那西勒媽。阿師傅爹嚟嘅一包嚇？馬拉飯，有魚，有一條魚，有矮瓜，有粒蛋，仲要荷蘭薯佢賣嘅。搞錯。跟住人一order咗人啊買搭數咗人走咗唔知去邊度，掹去揾佢都揾唔到，陣間佢你居然睇到佢喺嗰度坐買豆漿水嗰度，跟住佢走過去對面食，佢個飯喺嗰度擠住。跟住薄邊阿生辣沙，睇車，薄邊阿生辣沙，啊炒芋頭糕、蘿蔔糕，夠食㗎啦，好多咗啦。跟住仲有咩？薄邊芋頭蘿蔔糕，阿生辣沙3樣嘢，一個飯4樣嘢。好啦，夠食啦。阿醒食咩？而家佢講佢去買麵包俾阿醒啊，買咩包俾阿醒啊？阿醒啊，有燒賣嗎？我呢個港式點心，喂，點心咗啊？點心係啦，皇品港式點心。我哋朝早嚟 SS2 都好多嘢食嘅。
食嘅嘢多啊，係啊，做食係最好噶嘛。係咪呢度啊？麵包檔，我都唔知道，有啲 confuse。哇！呢度都好多人買榴蓮。係啦，亦都係行開先買，但係都差唔多一樣噶啦。但係佢嘅榴蓮好靚喎，鬧活喎佢講， 13溝喎，邊個？個貓喎，第二檔啊？第一檔。第一檔啊？嗯你買嗰檔幾多鐳？第一檔13溝，跟住頭先嗰檔 SO 做咩15，做咩 SO 你又買15？睇 OK 啦，好靚啊！第一檔貓王買幾多鐳120幾溝，幾多件啊？成10粒啊！成10粒你就講得3盒啫。啊！但係睇佢肉啊，好靚，黃包。如果你話去食靚榴蓮，就係呢度入邊 A 果，冇生堅4溝，哦冇4粒99，一粒20零溝，25溝咯。貓王一路嚟冇賣咁平㗎，跌價咗。一路嚟貓王賣好貴㗎。開心嗎？啊？ Happy or not？開心。開心。你沒有錢，你order donut。最大的快樂是什麼？男人最大的快樂就是泡妞。錢沒了，咱還可以再休息神啊！即係嗰啲雞架嘅掉咗幾緊要多啊！說得對。看來俗話說的沒錯啊，果然是花心練大腦，翻強心臟好，泡妞抗衰老，調情解煩惱。暗戀心不老，相思瞌睡少。這不是好色，是養生。人這一生就是場零成本的買賣，來時一絲不掛，走時高溫融化。既然最後都是重歸自然，想那麼多幹嘛？我們是來體驗生命的，又不是來研究完美的。有錢開大奔，沒錢騎單車，只要心不累，風景一樣美。房子萬間，睡覺也就那6尺寬，良田千乘，一天也就3頓飯，別把身體搞壞了，那是錢。準備，準備啊！準備沒有位趴，有位的趴啊！自己下去。你幫佢落啦，你喺邊被睇住。係啊。電話濕濕地啊！這是一個擁有10年婚外關係的已婚男人說給我的真心話。我今天呢把它分享出來，專門講給那些看不清、放不下、捨不得的人聽。他很清楚地告訴我，他說這些話呢不是懺悔，也不是辯解，更不是為了自己洗白，而是一段不能見光的關係能夠持續10年背後的真實邏輯。我用化名整理了他的講述，你可以不喜歡，你也可以不認同，但他會像一面鏡子般，把那些被感情遮住、被幻想美化的真相一層層地照出來。首先呢，很多女人一開始就看錯了一件事兒，以為他是為你而來，是因為愛你，為你心痛，離不開你。他說不，我是為了逃避而來，雖然逃的不是你，但我逃的是回你的角色、責任、期待和壓力。在情人這裡呢，我不用當老公，不用當父親，不用當頂梁柱，我只需要當一個被理解、被接受、被允許脆弱的人。到了。是鞋帶。